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喺1979年創立，46年嚟一直秉持辦學團體興學育才、有教無類嘅精神辦學。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嘅精神健康，本年成為教育局4R 精神健康職場約章嘅簽署機構及衛生署全校園健康計劃嘅承諾學校，致力提升學生同埋教職員嘅精神健康。學校唔同持份者數據亦都顯示，無論家長或者學生對學校喺學生成長支援嘅觀感，對學校氣氛嘅觀感，評分都持續上升。近年國家高度重視科普教育工作，本校有幸成為由廣東省鍾南山醫學基金會等單位支持嘅築夢灣區粵港青少年南山科普行嘅支持單位，讓學生透過參與生命科學活動及中醫藥科普課程，加深對國家創新科技發展及成就嘅了解。事實上，學校一直積極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掌握國家嘅發展趨勢。例如4月嘅全校總動員境外考察日，我哋中一、中二嘅同學呢，就去咗深圳藝術文化之旅；中3廣州姊妹學校交流團；中4中山經濟文化之旅，以及中5珠海創新科技考察團。而學校裏面呢，亦都係盛事連連嘅，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11月嘅時候呢，有世界級運動員李小鵬同埋李娜訪校，同我哋同學進行欖球訓練。當日嘅活動係得到多個媒體去採訪同報導。而今日伴隨畢業禮嘅另一項盛事，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室嘅開幕日。當中感謝辦學團體香港四邑商工總會資助全數工程款項，理事長雷霆宣博士親自題寫中華文化室5個字。2024至25學年係學校新3年發展週期嘅首個學年。學校有2項關注項目，包括1持續加強學生學習效能及動力；2推行價值教育，提升學生嘅正面態度及幸福感。喺關注事項1方面，持續加強學生學習效能及動力，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同學能夠因應自己嘅特質同能力，發展個人渴望嘅抱負為人生目標。各科組都為同學提供生涯規劃資訊，讓同學探索多元出路。譬如數學科安排同學參觀香港政府統計處，經濟科及企會財科安排同學參觀金管局資訊中心，生物科及健管科安排同學參觀鄧肇堅醫院急症科訓練中心。學校更喺本年成立校本 Smart Teens 人才庫，以學生嘅強項為本，發掘佢哋嘅潛能。而為咗提升老師嘅專業效能，我哋今年舉辦咗13次嘅校本教師培訓，本校全體老師更首次參與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網絡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中我哋嘅老師喺英語、STEAM 科學範疇作公開課，同同工作分享。我哋校本課程有別具特色嘅綜合藝術科，校內應用學習課程有甜品及咖啡店營運同埋數碼培底及電台製作。喺呢度要再次感謝我哋辦學團體香港四邑商工總會嘅慷慨撥款，讓學校可以發展初中嘅英語話劇課，提升同學喺學習英語方面嘅自信同樂趣。本年7月，學校將會復辦閃轉舞台，當中亦都首次加入英語音樂劇元素。本校亦都積極同教育局、大學及社區團體合作，發展多項嘅校本課程。學校本年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批款69萬，推行南昌智能教室計劃。喺暑假嘅期間，全校嘅課室同埋特別室就會更換電子白板，我哋亦都會重鋪網絡更新伺服器，預計
明年呢將會迎嚟提速提效全新嘅電子化學與教體驗。咁琴日呢，我哋亦都有個好消息喎，就係優質教育基金另外撥款20萬蚊俾我哋購置手鈴，讓我哋呢得以拓展現在嘅手中隊。喺度真係好多謝所有用心去寫呢啲計劃書嘅老師。其實我哋仲有好多項咧嘅計劃啦，包括學校改善啦、體育科撥款嘅申請咧喺度進行中嘅。好啦，至於關注事項2，喺推行價值教育方面呢，我哋學校希望讓學生喺親身經歷中實踐正面價值，譬如地理科同德工組合作啦，善用麗景社區資源，讓學生身體力行參與回收活動。我哋初中全級嘅同學參加賽馬會眾心行善義工活動，探訪長者。至於恆常嘅有正向週、共融週、健康星期一、早上喐一喐、週年環校跑，仲有本年推出嘅健康舞，有參與香港樹仁大學全港首個大型運動與心理學計劃，推行精英運動員慈善基金賽馬會動感社區計劃課程，為學生添置新型運動器材、身體組成分析儀等，都係以關顧學生健康、協助學生全人發展為目的。南昌貓舍成功讓好多公眾人士認識本校。今年我哋除咗喺香港寵物節獲頒寵愛國教育推動嘉許獎，亦推出寵物急救美國ECSI 證書課程俾學生修讀，以及即將出版一本以正向思考為主題嘅學生繪本。本年嘅4月喺校外舉行1連3日流浪動物攝影展，當日有幸邀請立法會教育界朱國強議員等擔任我哋嘅主禮嘉賓。出席嘅人士呢，皆讚賞我哋同學嘅社會責任感，以及欣賞學校致力推動生命教育。嚟緊7月復辦嘅閃轉舞台加強版，除咗設學生專場，亦都設公開場。我哋好希望高展示學生嘅學習成果，為學生創造正面、幸福且深刻嘅回憶。學校堅持用心營運網頁、校園電視台、Instagram、Facebook 等，並善用 eClass 家長通訊軟件，讓不同持份者知悉校園最新最真嘅動態，增強彼此聯繫，互相支持。本年學校重新編寫成長手冊為幸福生涯歷程課，加入咗正向價值元素，希望幫助同學建立更積極嘅人生觀。學校亦都特此舉辦正向教養老師培訓工作坊，進一步透過老師嘅提問及回饋技巧，讓學生建立正面思考方式，應對逆境。關愛正向，夢想飛翔。我哋希望每位學生都能夠懷抱夢想，以正向嘅態度應對成長中嘅各項挑戰。學校鼓勵同學喺學業上追求卓越，亦都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本學年喺師生嘅共同努力之下，學生喺唔同嘅公開比賽都獲得驕人成績。我唔喺度一一細讀啦，大家可以睇返我哋嘅長刊。不過要講嘅呢，就係學生真係今年喺好多嘅 STEAM 比賽都贏到全場總冠軍、各項大獎。而我哋香港學校戲劇節裏面，亦都獲評判推介大獎。同學有機會，亦都係首次喺葵青劇場作公開演出。希望呢，到時大家都支持啦。咁我哋仲有中英文朗誦比賽、體育、藝術、少年警訊領袖團嘅多個冠軍。喺呢度呢，不如我哋大家好唔好啊？我哋都俾啲掌聲，有份帶領同學嘅老師同埋同學嘅努力。學業獎項方面，同學亦都係獲得多個獎學金、大灣區資優數學謎語比賽嘅學校團體大獎、閱讀計劃嘅多項金獎。我哋本月迎嚟一個喜訊，
中五級錢德斌同學憑住卓越嘅表現，喺233所參與2025哈佛圖書獎學金嘅學校，超過200份參賽嘅英文作文中，進入最後嘅9篇，再被揀為進入面試嘅5強。而經過面試之後呢，錢同學成為全港2名獲獎者嘅其一。個獎項呢叫做 Harvard Prize Book Scholarship Winner。咁其實呢，同學嘅挑戰係不限於此。喺11月，佢將會需要呢再挑戰自己參與 IELTS 嘅一個考試。如果喺 IELTS 考試可以拎到7級嘅話呢，將會喺出年可以全額資助咁參與哈佛大學暑期課程，包括學費、住宿同埋機票。嗱，喺度呢，無論如何點都好啦，我覺得同學已經贏咗㗎啦，我哋好為佢感到驕傲。咁亦都呢，喺度，我想同在座一陣會領獎嘅同學講，無論你覺得自己一領嗰個係大獎或者細獎，老師、校長、學校都真心為你付出嘅努力而感到驕傲㗎。好啦，老師方面呢，莊子聰助理校長榮獲傑出少年警訊學校支會老師獎，彭顯信老師榮獲香港課外活動卓越新秀教師獎。我哋嘅校友兼我哋手球隊主教練陳業恩先生，即係其實不 Sir 啦，佢亦都獲得一個叫傑出學界教練獎。好啦，中六嘅畢業同學，其實今日你哋先係主角，校長好開心咧，嚟到校務報告呢度，終於可以咧嘅對象係你哋啦。中六畢業同學，好感謝你哋陪咗我4年，時間咧真係一眨眼就唔知點解過咗㗎啦。你哋即將咧踏入人生嘅另一個階段，無論係升學或者係投身社會，請你哋都繼續展現出南昌人關愛他人、勇於承擔嘅高尚品格。人生路上呢，其實係一定會遇到各種嘅失敗同埋挑戰，亦正因為咁樣，我哋先更加學識感恩，更加覺得我哋嘅生命其實可以係好豐盛，亦都更加咧，因為呢啲經歷，可能我哋更加知道自己嘅能耐，更加會欣賞自己嘅。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帶住學校嘅美好回憶，堅持學習，每日都變成更好嘅自己。喺度祝願各位畢業同學行程萬里，平安健康，繼續抱持夢想，實現夢想，將來喺你哋嘅工作崗位發光發亮，不負師長厚望。最後再次感謝今日蒞臨嘅所有來賓，祝在座各位身心康泰，生活愉快。多謝大家。多謝陸永恩校長。